不如大家好，今日由我哋4紀21宇田地產介紹一個位於大埔嘅頌雅苑。頌雅苑總共有3座，今日介紹一個實用面積係485尺嘅單位，業主已經補咗地價，係自由市場出售。好，先大家入屋參觀下先啦。一入屋咧，喺嗰個好大嘅下飯廳，而左側邊係廚房嚟嘅。好，而廚房隔離咧係一個洗手間。呢個單位係2房嘅戶型嚟嘅。景觀係內園，而呢個單位業主係放售為主嘅。如大家有興趣的話，請聯絡我哋4紀21宇田地產。多謝大家收睇。